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6年1月29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首先是摩根大通多次拋售碧桂園股票，也就是摩根大通減持碧桂園。根據香港交易所披露的消息摩根大通在2026年1月對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進行了一系列減持操作，從1月8號、1月20號、1月22號可以說是連續減持。目前摩根大通僅持有碧桂園17.3億股，持股比例僅為4.7%。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還有其他機構同步減持，也就是說那个碧桂園現在股價多少恐怕就幾毛錢吧，我沒看多少3、4毛錢，2、3毛錢，就這個低位減持，說明什麼？說明機構根本就不看好碧桂園。碧桂園即使是債務重組成功，這些國際機構也不看好了，認栽認賠出局。進一步說這些國際機構它不僅是不看好碧桂園，它也不看好國內的房地產，因為碧桂園它已經重組成功了，債務重組成功，按理來說要吹的話，那碧桂園更值得吹但是摩根大通人家是減持，而且其他的機構也同步減持，說明這些國際機構對內地的房地產企業、房地產股票都是不看好的。所以大家不要看這些國際機構嘴上怎麼吹你要看它動作。華潤置地2025年核心每股盈利預測被高盛下調6%，同時將該公司2025年資產處置淨收益預測下調14億，原因是房地產信託基金發行後續工作進展延遲。這個華潤呢，那可是央企開發商已經被高盛開始下調了，這個都不是什麼好現象我們再看這個萬科，這兩天不是各大媒體在傳言嗎？說萬科前董事長郁亮失聯。一般的這種各大媒體傳言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失聯了，是吧？但是這個郁亮據說今天他更新了他的動態，也不知道誰給他更新的是不是他自己不知道。總之他的動態更新了，那潛台詞就是我安全着呢，對吧？我沒有失聯，我只是懶得說話。但是我記得那個萬科的前總裁祝久勝被傳失聯的時候，他也是，對吧？半夜更新了一下自己的這個動態，發了個朋友圈以證明自己沒事。結果沒過多長時間就正式被抓了。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呢？我就是說這些人確實你不要看他風光的時候吃香的喝辣的，眼見他蓋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你看他高光時刻人前人後的，對吧？前呼後擁，揮斥方遒一揮手都是幾十億上百億的投資。但是你看他落魄的時候，那也是叫什麼身陷囹圄，是吧？叫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還有很多人像郁亮這樣提心吊膽的，夜不能寐，輾轉反側不知道靴子什麼時候落地媒體報道港股異動，內房股集體飆升，融創中國漲超30%，世茂集團漲超25%，碧桂園漲超23%。格隆匯1月29日電說港股內房股漲幅進一步擴大，其中融創中國漲超30%，總之都是大漲遠洋集團漲超13%，新城發展、中糧控股漲超12%，萬科企業、越秀地產、綠城中國漲超9%。首先我想說的是自從恆大暴雷以來整個房地產是不是一直在向下，對吧？房地產股票都是在創新低，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隔一段時間就要詐屍一次，隔那麼一段時間就要詐屍一次。我每次都不厭其煩的說每一次詐屍都是你逃命的最好時機。對房地產股票來說每一次詐屍都是被套的人的逃命的窗口你不要聽到什麼利好消息不是什麼反轉，它純粹就是這個下降過程中它總得悸動一次，對吧？總得這種莫名其妙的見風就是雨然後反彈一下。當然了，你也可以說這叫主力自救行為，都可以，總之跑就對了。這個媒體說消息面上，昨日有消息稱，多家房地產企業已不再被監管部門要求每月上報3道紅線相關數據，僅部分出險房企需向總部所在城市風險處置專班定期匯報資產負債率等核心財務指標。這個我昨天節目說過了這個房地產這些企業遭遇融資難跟這個3道紅線有關係，就是當初就是大概2020年吧，主管部門要求他們上報3道紅線，那麼這個確實給那個房地產企業融資相當於踩了一腳剎車。如果你不踩這個剎車那後面恐怕愈演愈烈，什麼時候結束咱不知道，這個都不好說。但是有關部門這個動作呢，確實是踩了剎車。開過車的都懂，開過油車的你踩剎車車就停下來，沒毛病吧？但是你說你把剎車鬆了，車就跑嗎？跑起來了嗎？你還得踩油門對吧？他現在不要求你
這個上報3道紅線，就相當於把剎車鬆開了，那他也沒踩油門，怎麼就是好消息呢？搞过融資的都懂，或者你接觸過融資的啊，你這個時候房企啊，你去讓他找銀行借錢，銀行借給他嗎？現在銀行不給房企借錢，是因為3道紅線嗎？已經不是了，對吧？私募信托不給房企借錢，对吧？保險公司不給房企借錢，銀行不給房企貸款，是因為3道紅線嗎？根本就不是，是人家為自己負責啊！現在哪個銀行敢給你萬科貸款？敢嗎？萬科沒有這3道紅線，你問問哪個銀行敢給他貸款？新增貸款啊，續命。所以說啊，監管部門不要求上報3道紅線，這個不是說給他續命啊，這個是純粹是叫什麼，對吧？減少工作這些繁文縟節，這些都沒有必要了。你讓他報有什麼用呢？報不報，反正他都貸不到款，他都融不到資，不就這意思嗎？所以被市场啊，好多人把它解讀為利好，這可見是啊，這主要是房地產跌得太狠了，需要反彈，對吧？借個機會他就反彈一下。當然了，這媒體還說啊，還值得注意的是，半夏投資創始人李貝近日在接受媒体採訪時稱，房地產有10年一遇的機會。你說一個私募的人說一嘴，或者整個房地產就起死回生了？那這個住建部，对吧？有關部門咋不没把他這個安排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呢？讓他在更高級別的會議上講一講，再合適宣傳一下，房地產不就穩住了嗎？對吧？一個私募啊，半夏投資，而且業績不咋地的一個私募基金管理人講一番話，哎，這就是真金是嗎？房地產行業就穩住了嗎？對吧？那這樣的人才就更應該啊，要進行邊控，這是國家的戰略性人才。你萬一被美帝挖走了，那了得啊！這特朗普那天把他，对吧，給他挖到美國去了，這是不是國家重大損失啊？這個李貝最近啊，瘋狂唱多房地產，雖然他沒一次說準的啊，但是不影響他唱多啊。1月29號說，這個是新浪證券啊報道的，說近日半夏投資創始人李貝表示，有非常大的把握，認為房地產的拐點基本上已經確認了，房地產的總需求已經企穩，二手房的需求繼續上升，二手房供應開始持續下降，二手房價格跌幅收窄。雖然全國指數還沒有轉正，但是拐點基本確認。我記得上一次說拐點確認的是馬國元老師，對吧？2024年10月份，馬國元老師說啊，一線城市，对吧？北京、上海房地產已經穩住了，現在2線、3線穩住還比較困難，大概這意思啊。結果呢，2025年一線城市補跌，一線城市加速下跌，預測房地產見底的這些人，對吧？一個又一個的慘遭打臉，但是不影響他們繼續預測啊。這個李貝說啊，很有可能我們在2個季度之內能夠看到全國範圍內指數企穩。他說這房地產指數企穩啊，那就是2020年下半年全國範圍內的房地產指數企穩。不過啊，這個對房地產呢，前恆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他的看法好像跟李貝還不太一樣。我看任澤平今天啊發了一個微博，他說啊，2026年應該炒股還是買房？大家看視頻啊。今年一開年啊，資本市場上大家吵得不可開交，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爭論。2020年，我們究竟是應該繼續炒股票，還是開始抄底買房子？那股票市場，我們應該是繼續擁抱科技股，還是抄底以房地產、白酒這些為代表的老燈股？今天我給大家講講。那麼首先我來给大家說房子的事兒。大家知道我建立了房地產的分析框架，对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我用这個框架2015年預測一線房價翻1倍。記住了，我在2020年給大家講房地產將出現歷史性大跌。既然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你看我們最近的數據，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到來。去年中國人口少了300多萬，我們的新生兒只有790多萬，創歷史性低。現在人口這個數據大家就知道了，房地產歷史性大跌已經出現。現在我們所經歷的這一輪房地產調整不是短周期調整，是長周期調整。要買房的同學大家要有點耐心，如果你有刚需改善型，買核心城市核心區域的。如果說低能級城市的房子，人口流出地區的房子千萬不要碰，那個有漫長的去化過程。本人在房地產領域幾次大的判斷無一失手，一定要是有保持理性。2024年9月，我就給大家講信心牛，我看多股票市場，一直讓大家保持理性。那你聽了我的觀點啊，買了股票，買了黃金，那你就很開心了。但是我知道網上有一些聲音勸你去買房的，那你過去這1年虧大發了。我們算一筆賬，過去聽了我的建議，這個看多股票或者看多黃金，至少1倍收益。然後如果你要買房，可能連本金都虧掉了，這一正一反，那差別大了。所以說這就是理性的專業的這個差別。然後我們再來看股票市場，即使股票市場漲到現在，很多人還理解不了這一輪牛市發動的根本邏輯。我給大家講這一輪牛市發動的根本邏輯有3個。第一個，大家務必重視是貨幣寬鬆，流動性充裕。
對吧？我们过剩的流动性没有流入房地产，那就会流入股票市场，流入大宗商品，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股票市场牛市，大宗商品也是爆发元年。第二个呢，我就给大家講國家的戰略意圖。就這一輪牛市，它有它的歷史使命，就是發展新質生產力 ，AI 啊、科技啊、硬科技啊，這些都需要燒錢。那這些流動性顯然正在引導流入資本市場，來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助力科技創新。大家想，現在國家怎麼可能去引導資金流入，再去讓你去炒房呢？我們已經多次講，對吧？房租不炒。現在是在救房地產，也只是讓它止跌回穩，並不會讓房地產再去暴漲暴跌。現在國家整個發展戰略是要發展新基建、新質生產力，是要引導資金來支持科技創新，再加上人口的基本面也根本就不具備，房地產暴漲。第三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迎來了以 AI 所引領的新的一輪科技革命，這一輪科技革命是新的一輪康波週期，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機遇，每個人一生只能經歷1到2次康波週期。所以我一直給大家講，擁抱康波週期，擁抱小燈，不要成為老燈。大家留意，我今天跟你們講的每一個觀點，都是我20年實戰研究的精華。而且切記啊，我的觀點和別人最大的不同，一個是鮮明啊，為什麼鮮明而堅定呢？咱們不是書齋經濟學家啊。我給大家講，我每年看企業，看上百家企業。這半年我去美國去了2次，去紐約啊，去硅谷，在國內前沿科技企業我看了很多，我每年都要做大量的企業調研，所以我給大家講的這些東西跟別人關在辦公室裡啊，在那靠幻想、靠想入非非跟你們講的完全不一樣。我給大家講都是來自炮火的一線，我相信做一個好的方向趨勢的判斷，抓住未來的機會，一定要到有炮火的地方，才能夠看到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那裡都醞釀着機會。另外呢，我在這裡也講，網上有些言論啊，為了博取流量，說一些不專業、不理性、不負責任的話，大家切記啊，我們的每一個觀點都要對大家負責，不能為了短期的流量，這個傷害你的用戶或者傷害你的粉絲。我這些年呢，這個一直把我們的粉絲、把我們的同學當成自己家裡人，正心正念，堅持做長期正確的事兒，最終才會開花結果。我看到最近我們很多同學啊，都跟我講說，任老師聽了你的，在2020年把房子賣了，買了科技股，買了黃金，對吧？那現在就無比的幸福。聽到這些，我也感到非常的開心。我覺得這就是福報。說實話，任澤平，我看這個視頻裡面，他這個頭髮兩邊啊都白了，兩鬢斑白，可見應該是壓力還是比較大的。說實話啊，他關於房地產的這個說法，他這個視頻裡面啊，關於房地產的說法，我還是認可的。但是他對於股市的說法，我還是不太認可的。他說24年啊是信心牛，現在是什麼？是水牛，是吧？問題是替你買房的賺錢容易。這2天我在講這個道理啊，在房地產啊蒸蒸日上的時候，烈火噴油年代，你買房賺錢很容易，對吧？甚至有的在小縣城買房一樣賺錢，對吧？2000多一平米買的，結果漲到了7000，是吧？很多縣城都這樣吧？大家回憶一下，很多4線城市，這甚至有的欠發達地區啊，縣城也是的，房價啟動的時候也就2000一平米不到，也漲到最高峰，漲到7000、8000、1萬都有，造成很多人賺錢。怎麼賺的錢呢？因為他是被國家，對吧？相當於鼓勵或者甚至半強迫的加了槓桿，首付20%嘛，那槓桿比例不就是5倍嘛，對吧？也就是那房子如果是100萬的話，你只要掏20萬去買，20萬買，那房子漲1倍，漲到200萬，你只花了20萬，再對吧？還個2年的按揭，你才花多少錢呢？但是那房子已經200萬了，你把一賣掉，對吧？淨賺100萬左右吧，100萬你出了20萬，對吧？加點按揭你就賺了100萬，什麼概念？所以說啊，咱們房地產的這20年，你不能否認，雖然它現在是一地雞毛啊，但是不是房地產這個高速發展的這20年，烈火噴油的20年，造成了一批中產，雖然他不一定有多少現金，對吧？他口袋裡沒什麼錢，但是人家在北京、上海有套房，在深圳、杭州有套房，人家身價就幾百萬、3000萬，沒毛病吧？有多少這樣的人呢？那是實實在在的，對吧？也就是2016年、17年、18年之後買房的人才被套住嘛，說沒賺到錢，甚至很多人現在很慘，叫什麼？叫貸款賣房。但是你不能否認前面確實造就了一大批，對吧？所謂的中產，這是被動把錢賺了。但是股市呢？這股市30多年來造就了富人了嗎？就是所謂的中產，從普通人牛馬韭菜變成中產的沒有，我可以實話告訴你沒有。這個股市30年只讓那些什麼所謂的民企老闆、實際控制人、不法分子，他們割韭菜，他們財富自由了，沒有把一個牛馬韭菜變成一個中產
沒有，就是按照任澤平說的，2024年9月份入市的，你看去報告吧，对吧？散戶裡面20%的人能賺到錢，80%是賠錢的。就任澤平老師不能選擇性的，对吧？你只挑那幾個賺錢的說，20%是賺錢，80%是賠錢，而且這20%也只是暫時賺錢。你等到股市咣當玩意一來，一個都跑不掉，全部賠錢。就是按任澤平老師說的，買科技股也有幾個能賺錢的。任澤平老師自己肯定賣了好幾套房，對吧？北京、上海是那個什麼蘇州，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賺錢啊？那他炒股了嗎？也就是說你在房地產這塊你推薦啊，你說準了，哎，有人因此啊跟着你買房受益了，這個假設有的话，但是不代表你在股市這兒人家跟着後面操作能賺到錢，因为股市跟房地產是兩個概念，兩個領域，它的交易，對吧？它的完全不一樣，性質完全不同，我們還是根據數據說話。所以你要相信任澤平說的啊，什麼科技牛、水牛、信息牛，你聽了他的，你去買股票，他可能沒說錯啊，這指數也可能漲到5000點，甚至也可能6000點，指數牛市，但是你不賺錢，你甚至褲子都賠掉了。我記得有一次馬官員說的，我也挺認可的。他說的周期，他認為牛馬韭菜，對吧？你就不要考慮周期，那都不是牛馬韭菜該考慮的，對吧？牛馬有牛馬的命，牛馬。你2000年那個時候你買了房子，也不是你眼光高，純粹都是到了那一步要結婚要買房子。這個我在很多節目都說過了，直播的時候我也說過，90%的韭菜牛馬都是因為被逼的，對吧？到年齡到了要結婚要生孩子，所以被迫啊咬牙切齒買房。買了房之後先買個小的，那叫剛需嘛。後來生了孩子或者生了二胎，那房子又小了住不下，沒辦法也得買個大的。但是同時啊有極個別聰明的，哎，他看到機會，他對中國未來的信心非常充足，所以他就炒房。恰恰是這些炒房的人啊，他現在都站在天台上等着往下跳。為什麼呢？你想啊，他從2000年開始炒起，對吧？他先買了一套房，哎，價格一漲，馬上賣掉，再去買一套更大的房子，或者買2套小房子，這不叫炒房嗎？然後再借錢，好，這房子一漲，都在漲啊，這20年都在漲，所以他又賣掉，賣掉之後再買，他沒有歇手的時候啊，他沒有在2021年說我把他所有的房子賣掉，我不炒了，我把這錢換成黃金，我把這錢換成美金，對吧？我潤了，提桶跑路，沒有。他2021年還在買，他手上的房子越來越多，手上的房子這個資產價值越來越大，加的槓桿越來越大。好了，到了2022年賣不掉了，全線被套，現在在死扛，等着國家救市，不救他就要跳樓。這個是從2000年開始炒房的人的一個寫照，這路徑依賴嘛，他一直炒，他根本就不相信房價會跌，漲了20年，這確實啊，你在2020年你說房價要跌，人家只說你是瘋子，對吧？你在2020年你說房價要跌啊，那大部分人都說你是眼瞎，房價一天的速度在漲，对吧？每天去問的價格都不一樣，你說要跌。當然了，有一個叫謝國忠的是吧？還有好幾個人從2000年就開始說房價要跌，你這種也沒意義啊。謝國忠這個人，自從我知道這個人開始，他就說房價要跌，那時候房價還在北京市還在3000多4000一平米，他就說要跌了。你看現在是跌了，那你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說你看啊，這就是打工人牛馬他這個命運呢，對吧？你最後你發現沒有炒房的人，隨波逐流的人反而活下来了，他就1套房，然後2套房，然後還完了貸款，即使沒還完，人家現在也很少了，对吧？貸款非常少了。當然了，也有不幸的啊，不幸的牛馬就是2021年以後，恒大已經爆雷了，明顯的不行了，這個時候信號已經出現了，對吧？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公司已經爆雷了，他還在買，這個那就是指你的認知問題了。恒大一爆雷，後面是什麼？融創爆雷，碧桂園爆雷，你還買，那這些人就沒有辦法。接二連三的這個巨無霸爆雷，實際上前面啊很多小的房企爆雷，那信號已經有了，但是不明顯，對吧？恒大爆雷這絕對是個信號啊，那還好多人買，那這些人就很慘了，成也是槓桿，敗也是槓桿，加了槓桿，那輸的就更慘。所以你看啊，我們作為普通人牛馬，你想暴富，對吧？你總想買個什麼東西，然後財富自由，這個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哎，這就是馬官員說的，對吧？什麼周期跟牛馬沒關係，幹好自己該幹的。任澤平這個話呀，如果說給有錢人聽是可以的，對吧？資產幾千萬上億的。哎，這些人他講究一個叫什麼配置，對吧？他錢多啊，他總不能全存銀行吧，他也不能全買豪宅，他也不能全投那個什麼一級市场股权，他也不能全去投資，对吧？理財，所以他每樣的配置一些啊，只是在每種配置之間找一個平衡啊。我今年啊，房子這塊少放一點，股市這邊多放一點，黃金這兒再擱一點。
這是叫人家有錢人叫配置，牛马根本就不需要考慮这些，对吧？牛马鸡蛋不多嘛，你就1-2个鸡蛋吃到肚子是最合适的，对吧？对牛马来说，鸡蛋都不要搁篮子里面，有鸡蛋就吃到肚子里面。只有那些鸡蛋多的，对吧？吃不了的，他说我要搁这个篮子，搁那个篮子，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面，对吧？牛马你只有1-2个鸡蛋，你把它吃了就完了，吃到肚子里才是自己的。今天还看到一个数据啊，实际上也能说明问题。这个就是第一财经日報報道的，他說上海二手房中介稱很難再砍價10%，這什麼意思呢？說二手房庫存降，價格穩。數據顯示，截至1月27日，上海全市二手住宅掛牌量約33.68萬套，連續4個月下降。第一財經記者走訪徐匯、浦東等區域的中介門店，了解到近期門店交易量明顯增長，成交結構也出現變化。有中介透露啊，千萬級改善型房源成交佔比有所提升。此外，當前市場溢價空間大幅收窄，此前砍價10%的情況已難再現。隨着供需處於平衡，上海二手房市場正進一步企穩。這個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啊，這個1月、2月、3月、4月小陽春，樓市表面上看好像有點回暖，但是啊，第一財經日報說了啊，就是以往啊，比如說你那個房子標價800，那買家一來啥也不說啊，上來就給你砍掉100，說700賣不賣，就這意思。現在呢不行了啊，你標價800，人家頂多砍50萬，哎，750萬賣不賣？也就是現在砍價沒那麼狠了，給人感覺好像買家的底氣不足了啊，現在開始是這個賣方底氣開始足了，砍價可以，不能砍得太多，砍太多沒得聊，就這意思啊。剛才說的是上海啊，現在這個深圳二手住宅最新溢價率11%。據深圳某中介平台統計數據顯示，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價率為10.98%。以1000萬房子為例，按照均值，買家要砍掉110萬。上海的溢價率在10%以內，現在深圳啊是11%，這已經說明問題了啊。也就是說來說去，二手房還是叫以價換量，還是可以談價格，還是可以往下殺呀。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三聯生活週刊，它刊登了一篇報道啊，標題叫收入減半的中產正在反向換房自救。什麼叫反向換房呢？就是咱們剛才說的，這是改善，是你先買了個小房子，那叫剛需，先上車，那後來經濟條件好了，人口多了，所以你要買個大房子，對吧？這叫換房。那反向換房就是你現在住的是個大房子，因為種種經濟原因把大房子換成小房子，這叫反向換房。這個三聯生活週刊的採訪了幾個啊所謂的中產，由於收入下降，被迫啊反向換房自救。他說啊，為了改善居住條件，城市中產一般會從郊區房換成市區房，或是將老房子置換成新房。雖然居住幸福感提升了，但更大的生存壓力也隨之而來。為了維持原有生活水平，一些人在兼顧本職工作的同時，不得不尋找額外收入來源。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最近一部分中斷了越住越大、越住越舒適的換房大計，開始反向置換房產。通過這一策略，他們不再深陷巨額房貸的泥沼中，也重塑了自己的消費觀念，降低物欲。但也有人為了子女的教育，被老破小學區房套牢，進退兩難。他說我們找到了一些反向換房的中產，聊了聊。他採訪了好幾個啊，我們介紹一個吧。這個中產是一個70後，按理來說啊，他是吃到了房地產的紅利。文章說啊，他說我是最後一批包分配的中專生，畢業後我去了國家電網工作。30歲的時候，在東北的小地方，我就做到了中層幹部。但我想出去看看外邊的世界，因為自己比較喜歡寫東西，於是順着這個興趣去了長春，在一家雜誌社做了10年的主編。這個符合70後的這個時代的特徵啊，國家電網說辭就辭了。哎，那時候就這樣，雖然是國家電網做到中層，說辭職就辭職。現在你說你是打破腦袋進國家電網，不要說中層了，看門都願意。你看時代不一樣啊。後來紙媒不太行了，我用積蓄做起餐飲生意，我經營連鎖早餐店，陸陸續續開了10家，在當地挺有名。我一度還想把它做成早餐界的海底撈。那陣子我經濟條件好，在長春買了好幾套房，海南還有一套。我們這代人特別愛買房，手裡有錢就往售樓處跑，畢竟那會兒房價天天在漲，當做投資
只賺不虧。我名下最大的一套房將近150平米，我當時考慮是要住一輩子的，所以裝修的特別好。那會兒我的事業順風順水，早餐店還拿了一些創業項目的獎，收入水平很穩定，手裡不缺錢，一直有現金流，家裡還有不少收藏品。我沒想過攒錢，也沒覺得自己有一天會破產，更不用說把這套住房賣掉。2019年4月，大夫在我身上發現了癌細胞，2個月後我做了手術，往後開始做放化療，那個過程極其難受。我躺在那裡，意識是清醒的，但人什麼都幹不了，有點生不如死的感覺。經歷了這一切，我心態全變了，想着只要自己能活下來就行，不再為這些拼死拼活了。但實際情況不允許，我的餐飲品牌店裡有不少隱患。拿資金來說，一部分是靠借貸來的，另外是管理上，我的2個合夥人持股少，所以責任心不強。到2019年年末，我意識到生意可能很快不行了。2019年末不行了，確實就不行了，因為後面就是口罩了，行也是不行。所以後面疫情一來，我徹底關店了，加上身體原因，我也沒那個心力再重新創業。我不太敢面對現實，我清楚一定是欠錢了，但是欠多少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把房子賣掉堵窟窿。整個過程中，家裡人的心態肯定有變化。過好日子的時候，老公和兒子咋地都行，但变賣家產去還債時，他們就會有種動了自己利益的感覺。後來我離婚了，清理財產時我就剩下這套房子，是想給兒子留着結婚用的。大概是2021年，我去了瀋陽，有個朋友看中我餐飲管理的經驗，讓我過去幫忙。我思來想去，和兒子商量，把家裡的房賣掉，自己換個小的，餘下的錢留給他結婚用，他答應了。趁着疫情過後房價有小幅回升，那套大房子被我賣掉了，他賣的還挺快的啊，这個可以說是叫手起刀落啊。就這樣，我住進現在50多平米的房子，說到底也是一種被逼無奈的消費降級，但我們都接受這個現實了。我跟兒子的關係也從開始的相互不理解到現在越來越好。去年住進這個房子，我心態上既平和又知足。慢慢的，我開始重新梳理生活。首先說，這一年我開始攢錢了。我朋友都說，以前從來沒見你理財的習慣。我給自己制定了個計劃，每年至少要存10萬塊錢，退休金加工作收入，再加我在一些平台上寫東西，每個月能收入15000塊。與此同時，我的生活標準被降下來，我要求自己一個月花2000塊錢。剛開始我確實做不到，但我記賬，一項一項分析，問自己什麼東西是必須花的。像以前按摩、做指甲、去乾洗店這些習慣都被我拋棄掉了。當物欲降下來，攀比心也會變弱。我以前參加聚會，每次都要換身新衣服，買幾千塊錢的行頭，眼睛眨都不眨。現在完全沒有那種虛榮心，穿好幾件好幾年前穿過的衣服，去一些社交場合，我也覺得沒有什麼可羞恥的。通過換房這些經歷，我徹底想開了，我過我自己的日子，內心充盈和滿足就可以，也沒有必要自怨自哀。就算是後面收入變少了，我也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好。身體健康比什麼都重要。这是一個被訪者啊，還有好幾個咱不說了，就是這個70後啊，這就是我在這個視頻前面說的。你看他有錢就買房，按理來說他是賺了很多錢，但是他是加滿了槓桿，創業還借錢搞餐飲品牌，符合中產返貧的這種基本要素。那後面賠錢也是這個餐飲店，對吧？他說是另外2個合夥人這個責任心不強，實際上不是的，就是責任心強也沒用，對吧？後面那個疫情一來，你責任心越強，賠的越多，這不是開玩笑。一場病加上創業失敗，你看，即便他吃盡了時代紅利，對吧？他一畢業就分進國家電網啊，他是中專生啊，而且做到中層，那也能怎麼樣，對吧？中產返貧，作為普通人啊，你就是踩中了風口，你也未必能夠叫平穩落地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